祝大家平安。嗱，兄弟姊妹，一家行呢個事件你喺度啦，一家日日呢都係要盡心，甲需要心中你要平安，要甜嘅心，真係要快樂。你事件你喺度，嗱，所以一家日盡心。嗱，呢個經節講是家啲喺呢個前年18、14節咁樣講到，要盡心嘅人啊，能夠擔這個痛苦。嗱，所以一家要盡心，一家能夠擔一家嘅生活中嘅痛苦，各樣各樣嘅煩，各樣各樣嘅事，要苦中受理，一家能夠擔啊。接下來講，但係咪人能夠恢復自己嘅精神啊？嗱，呢個精神，自己當下休息之後得到精神，自己要恢復自己精神，但係唔係千萬嘅精神。嗱，就是講冇精神嚟講啊，呢個詩篇143第4節咁講到，我嘅精神吞吃嘅講，我嘅心中都煩啊，到心中煩，都得唔到停嘅心，做了唔咩，做家唔咩。人家講嘅變誤hết了啊，得到心中冇精神啊。嗱，人班而家得到新嘅精神啊。呢個以賽亞書40、29節咁樣講到，呢都係講到上帝，佢本是加力量，本學習增加精神本嘢。嗱，呢個精神係從上帝嘅嚟嘅，呢個精神撇強。撇難，所以是家嘅精神，人類嘅精神都唔係千萬，係講上帝本嘅精神，嘅精神都有力量，能夠擔一切你xã會你個行道嘅痛苦，行道嘅不適，行道嘅煩惱，所以是家係用上帝嘅精神，佢講佢增加本人肉學習精神，人班你是家得到。當然，自家嚟親密甲上帝，自家相信信心對耶穌基督，信心對佢嘅福音，信心對佢嘅反應，相信佢，自家得到佢嘅精神，自家全信佢，全依靠佢，盼望並超佢嘅戲，自家人得到佢嘅精神，多禱告。多甲佢親密，多甲佢來去，自家人得到嘅新嘅精神共含自家，要嘅新嘅精神本自家，哇！自家行嘅時間熱天得勝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阿門。